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課概述。我哋今次進入今季最後一課，第13課，題目係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站立得穩。我哋一齊祈禱。慈悲人天父，我哋感謝你帶我哋個學習嚟到今季最後一課，求你賜下聖靈嘅幫助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你嘅心意，並喺凡事上學習感恩。願我哋好似保羅嘅同工一樣，忠心服侍，彼此扶持，成為教會嘅祝福。禱告奉耶穌聖名，阿門。今課嘅全心節係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8節，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。保羅與多位同工合作，並認可嗰啲全心全意致力於維持同埋加強教會工作嘅人。在給哥羅西人嘅書信結束之前，保羅代為傳達佢哋同工們嘅問安，並向忠心嘅哥羅西教會嘅弟兄們致意。書信仲插有咗以巴弗熱切嘅願望，就係哥羅西書4章12節所記載：你們在上帝一切嘅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穩。好，今課我哋分5類嘅同工嚟到學習。第一，使者，包括推基古同埋阿尼西莫。第二，奉割禮的人，包括阿里特古、馬可同埋耶穌。第三，指導員就係以巴弗。第四，蒙愛的同埋屬世的，有路加同埋底米。最後係教會領袖，有寧法同埋亞基布。我哋先嚟睇使者。哥羅西書4章7同埋9節，有我親愛的兄弟推基古，要將我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。他是忠心的執事，和我一同作主的僕人。我又打發一位親愛忠心嘅兄弟阿尼西謀同去，他也是你們那裏的人。他們要把這裏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。除咗喺帝國最重要嘅城市宣教之外，保羅仲寫信同教會保持聯繫，或鼓勵嗰啲佢所唔認識嘅人。而呢啲書信係通過親愛且忠心嘅弟兄們寄出嘅。第一位作為使者嘅弟兄係推基古。喺保羅第3次宣教之旅中，佢陪同保羅向耶路撒冷獻上咗捐款。佢喺羅馬協助保羅，並將書信帶俾以弗所同埋哥羅西人。保羅獲釋之後，佢本要替代提多留喺克里特島。保羅最後一次被囚期間，佢被差遣去做以弗所教會嘅牧者。而第二個使者係阿尼西謀，佢係一位逃離主人腓利門嘅奴隸。佢喺保羅第一次被囚禁羅馬期間悔改歸主。保羅派佢帶着一封新賜嘅信回到主人嗰度，勸導腓利門以基督徒嘅愛心嚟到對待佢。而佢同推基古一起將書信傳俾哥羅西人。接落嚟係奉割禮的人。哥羅西書4章11節，耶穌又稱為耶士都，也問你們安。奉割禮的人中，只有這3個人是為上帝的國和我一同作工的，也是叫我心裏得安慰的。保羅努力打破分裂教會嘅牆，佢身邊聚集咗來自各地背景唔同嘅同工，猶太人與外邦人，亞洲人與歐洲人都和諧合作。佢嘅願景係實現一個統一嘅教會，朝着共同嘅目標努力，就係傳揚福音。經文入邊提及3個人，第一個人係阿里特古，佢係帖撒羅尼迦人，佢喺以弗所嘅騷亂中遇到咗困難，佢陪同保羅把捐款帶到耶路撒冷，佢與保羅一同被囚禁喺羅馬，並向哥羅西人同埋腓利門致意。第二個人係馬可。佢係保羅第一位夥伴巴拿巴嘅侄仔，喺龐菲利亞嘅宣教行程中半途離隊，保羅因此拒絕帶佢參加第2次嘅宣教行程。佢後來跟隨叔叔巴拿巴同行，成為保羅得力嘅助手宣教士，而彼得把佢當作兒子一樣對待。馬可亦就係馬可福音嘅作者。而第3個人係耶穌。我哋所知道有關佢嘅，只有佢係猶太人，並以猶士都呢個綽號聞名。接嚟講到指導員，哥羅西書4章12節，
有你們那裏的人，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。他在禱告之間，常為你們竭力地祈求，願你們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穩。以巴弗佢喺哥羅西教導教會，使福音廣為人知。保羅賜俾佢3個稱號：同為僕人的、基督的僕人，同埋同為囚犯的。以巴弗幫助佢心愛嘅哥羅西、希拉波尼同埋老底嘉宣揚福音。除咗以巴弗嘅問安，保羅仲表達咗佢對哥羅西人嘅期望同埋祝福，包括站立得穩，佢哋必須保持堅定，尤其係喺敵人嘅陰謀前面。第二，願你們完美，呢種完美係通過無私嘅愛獲得的，儘管人總係喺過程中成長。第三，願你們完全，咁樣就能夠充滿我哋能從上帝嗰度得到嘅一切。接落嚟，蒙愛的與屬世的，哥羅西書4章14節，所親愛的醫生路加和底馬問你們安。路加係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傳嘅作者，被認為係保羅嘅傳記嘅作者。佢係一位醫生，保羅稱之為親愛的人。佢一直陪伴保羅，直到保羅去世。另一個人係底馬，佢係保羅第一次被囚禁喺羅馬時嘅同工。然而，當保羅喺最後一次被囚禁期間，佢因為貪愛現今嘅世界，拋棄咗保羅。如果佢只係喺哥羅西書4章14節中被提及，那麼底馬就會係保羅忠實嘅同工。隨着時間嘅推移，路加同埋底馬之間嘅對比變得好明顯。路加因工作而受人愛戴，而底馬則貪愛呢個世界，拋棄咗保羅。路加始終堅定佢懷抱着基督第二次降臨同埋新天新地嘅盼望，但係底馬卻貪愛呢個世界嘅榮耀勝過未來嘅榮耀。佢停止愛耶穌，將自己嘅心交俾呢個世界。最後講到教會領袖，哥羅西書4章15節，請問老底嘉的弟兄和寧法並他家裏的教會安。我哋所知道關於寧法的，就係佢喺老底嘉城領導過一個教會。我哋甚至不確實知道究竟呢個人係男或者女，因為有啲手稿寫作係他的房子，有啲寫着他們的房子，都係以男性嘅他出現。但係大多數嘅手稿寫他的房子嘅時候，都係以女性嘅他表達。而亞基布係腓利門嘅兒子，係哥羅西人，曾係保羅嘅同工。保羅請求佢繼續喺傳道事工中工作。佢係哥羅西嘅教會嘅執事、牧師或者係長老。保羅請求哥羅西人向老底嘉人宣讀佢嘅信，並請佢哋亦讀出寫俾老底嘉人嘅信。因此，佢提到咗呢啲教會嘅2位主要領袖，就係老底嘉嘅寧法同埋哥羅西嘅亞基布。我哋唔曉得保羅寫俾老底嘉人嘅信息，但係我哋知道使徒約翰喺30年後喺啟示錄第3章入邊寫俾老底嘉嘅信息。喺得勝的基督，懷愛倫話，侍奉上帝要求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。我哋要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獻俾上帝，以便具有屬天嘅形象，而唔係屬世嘅形象。感受力必須復甦，以便頭腦充分醒悟，去從事要為高低、貴賤、貧富、智愚各階層造成的工作。我哋要彰顯那位大牧者，再將小羊抱在懷中，小心保護自己嘅羊群免受傷害，引導佢哋走在安全道路上時表現嘅溫柔。跟從基督的人要表現他的溫柔和同情，仲必須表現佢要傳授那對於接受者來說，那係永生嘅真理嘅強烈願望。願我哋都能夠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嚟到侍奉。好啦，我哋今課概述到呢度結束，我哋下一課再見，拜拜。